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1 看世界嘅 F1 仔。今日咧，我哋就要介紹一款卡牌遊戲，咁就係大家都知道嘅 Uno 啦。咁究竟呢款 Uno 有咩特別要令到我 F1 仔去同大家介紹咧？咁冇錯啦，呢款 Uno 咧就係以 F1 為主題嘅。咁可以見到佢封面上面都印有F1 嘅標誌啦，同埋大家都知嘅4大車隊。咁同埋咧呢副嘅F1 主題嘅 Uno 咧都會有啲特別嘅規則同埋特別嘅牌係其他 Uno 冇嘅。咁我哋而家一於就去睇下究竟有咩特別啦。咁就可以見到呢度咧係有2沓牌嘅，咁一沓咧就係紅色係面，一沓就係藍色係面。咁我哋睇紅色呢沓牌先啦。咁就可以見到呢沓牌咧就係我個人最中意嘅車隊麥蘭臣車隊啦。咁第二咧就係法拉利車隊，第3咧就係紅牛車隊，第4咧就係 Mercedes 嘅車隊，第5就係 Aston Martin 啦，第6係 Alpine 車隊，跟住之後第7咧就係 Haas 嘅車隊，第8咧就係小紅牛嘅車隊，咁第9咧就係 Williams 嘅車隊。咁都可以見到呢款咧都係最新嘅25年嘅版本。咁有啲細心嘅觀眾咧就會留意到，點解呢度冇 Kick Sauber 嘅牌咧？咁其實咧 Kick Sauber 嘅牌咧係喺呢啲功能牌嘅後面。咁就係呢一張啦，而每個顏色嘅牌咧都淨係會得一張嘅 Kick Sauber，即係0號嘅牌。咁其實呢張都係一啲比較稀有嘅牌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可以見到呢啲就係平時 Uno 有嘅功能牌啦。咁去到呢度啦，重中之重，咁呢個咧就係得呢副 Uno 有嘅牌啦。咁呢個牌咧就係當你出咗去之後咧，咁你自己咧就要擺一張數字卡上去。咁到下一個玩家咧就要擺一張大過你之前出嗰個數字卡。咁如果直到去一個玩家冇大過片頭嗰張數字卡嘅數字卡，咁咧佢就要咧攞喺個牌堆裏面攞嗰個面頭個牌相對應嘅卡牌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就呢張牌咧都係喺呢副 Uno 先會有嘅。咁所以其實呢副 Uno 咧係非常特別，所以我自己都買咗嚟玩。咁今日嘅影片就差唔多完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呢條影片咧，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